这几年，医护人员卡手无够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，健保的制度嘛关系到医疗现场的情形。有民间团体呼吁，都要增加健保给付的总额，甲加薪水，甲医护人才留条例，民众就医才较有保障。咱卫福部是回应讲，会甲相关医疗团体，也有新的卫福部长赵宗良来讨论。 为了助护理人力，卫福部苗栗病院推出一般急症病房护理人员保障年薪70万的方案。除了保障月薪，另外提供年终奖金、加签约金、夜班费、加包班津贴名额算。各大病院拢欠护理师，台湾医务管理协会呼吁健保要进一步改革。 好，未来的4年也不要低于5.5，那让整个的健保的财务韧性提高以后，那我们医疗机构才会有充分的财务韧性，可以为医护人员加薪。当我们医护人力不足的时候，尤其是护理人力，那我们就看到，实际上呢，病人的照顾的安全就会出状况。 各大医疗团体倡议，今年以来一直发生急诊塞车，爱这个方式来解决，包含护病变入院、经护理人员回流专家认为，未来健保爱建立总额报告时阵调整方式，都亲像汽油介绍也是浮动，健保预算也要有调整的共识。整个世界的医护人员的短缺，大家一起来把我们台湾这个宝贵的健保制度能够增加它的韧性。这些议题，我们会安排部长跟相关的工会当面讨论。卫福部回应，目前已经在安排时间，和新上任的赵宗良部长甲相关医护工会当面讨论，讲清楚相关议题细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